哇，很强哦！这是嘛该？是拉卡成员。哦，那个喏？是魔海成员。有枪魔海耶，好酷哦！你看呀，踢球很强哦。不，这是一条公的尼罗河。还有嘛该神奇的太空照片，叫来看。大家好，我係楊業貴，非常收看呢個禮拜嘅社會事件簿。先為大家紹介了咗禮拜落嚟現場嘅世界裏邊，其實同我做出片嘅係從頭。大家好，我哋紹介第二個裏邊係阿丹。大家好，第三個裏邊看到嘅係冰淇淋。大家好，最尾你紹介唯一嘅什麼係派大星。大家好，來歡迎四位，一樣哈，4個題目都答對。這個星期有機會拿到金球。這個禮拜，因為我們的獎賞很特別，你們努力來追尋哦。同時，小看世界，看你按到題目，係個5台組。兩禮拜看的題目，竟然冇對題目好，唔好嘅素材按貼片，看下來看兩禮拜嘅社會看世界。人對太空的好奇，早啲騎頭看到新嘅動風景就開始了。頭擺嘅人啊，觀察星空，自天立法，發明占星術。1543年，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觀察星呢，發現了地球同日頭嘅關係。哦，原來地球緊對定日頭近日咯。唔過某個時節，太空科技開始快速發展的喏，就是第2擺世界大戰結束過後，美蘇太空競賽咧。係講老地球看做一隻學校，嘅美國老蘇聯就係這樣子，超強嘅兩隻班，記得啊，乜啥都冇想會輸哦。頭下嘛，蘇聯班先有動作咧，發射咧第1粒人造衛星斯普尼克1號。接下來就是空，記得留一個尤里加加林同學，未發射到太空空，變到第1個入到太空嘅人哦。天地後輩嘅美國班很緊張哦，緊受蘇聯班為對太空監視記得，故說很加3萬研究，總算記得啊，冇清空，搶有很加空，留一個同學發射到千元嘅日光燈空。佢啊，就是超有名嘅太空人阿姆斯壯保護。哦，我嘅一些譜係人類嘅一台譜。佢安呢也從人比人、天使人嘅競賽係樣嘅結束嘅喏。1975年7月，蘇聯和美國進行了一隻阿波羅聯盟計劃，一國下一台飛行機上去。對外太空連結，也是歷史上第1擺兩國合作的太空任務，記得喺太空度見面握手。接下來，太空科技開始了新的里程碑，和較多國家合作，對定共用的目標，去到很開遠、冇有人發現的太空哦，題目雖然講係冇對地球上嘅猥瑣，不過還係先來看日家所在現象 Newstalk 20日地球科學聽眾能看到，來到中亞這什麼地方？哈薩克。中亞哈薩克，我看那個所在來看哈裝相片，這是全世界第1個太空發射站，2個時間點，1957年這個貝克姆發射站，它這個你看到火箭準備要升空。它裡面搭載的主角，待會就是我們題目要問的。來看一下，他是誰？狗狗。這個就是要上太空的狗狗，它叫做萊卡。你覺得它是什麼？它感覺很刺激。很刺激。對對，兩條狗，然後你題目有冇關係？就搶 Newstalk。
莱卡变做太空狗嘅原因係乜嘅呢？第一，佢係太空人嘅寵物狗；第二，佢係小防水嘅小狗狗；第三，佢係街路巷嘅流浪狗。哎，居然没有人选宠物犬啊！这是什么忍心把自己的宠物拿来给人家上太空啊？因为如果是消防队的搜救犬的话，那它上外太空的话，也不能做什么消防的事情。他们在消防队会接受训练，是，才会出任务。嗯哼，所以它的那察言观色会比流浪犬好。它的身上看起来没有很干净，然后耳朵一个大一个小。它只是垂下来而已吧？答案係乜嘅？右強 New Stock。解答。为什么？来，我很严肃的告诉大家，其实刚才你们有提到一个可能性，谁舍得把自己的宠物送上太空？这跟答案有关，就是他们在出发之前就知道这只狗没有办法回来。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用这个很严肃的心情来听听 New Stock 怎么讲他自己的同类。为什么？为什么身为流浪犬是莱卡成为太空狗的原因呢？因为坐喺太空船底部去到太空係一件多唔舒爽嘅事情呢。這樣時嘅科學家認為，流浪狗做得較適應低溫，還個較耐咬，原來力比一般嘅寵物狗還較高，故所就選了萊卡了。那它從太空回來後，應該變成有命的狗誒，不用流浪了吧？不，佢坐嘅太空船，將去到太空，溫度內痛就快啲咧。萊卡就熱死咧，不啊！就算冇熱死，這樣時嘅科技咪冇辦法幫太空船轉到地球，故所萊卡聽說係有氣無盡冇命咧，不，我嘅同類啊！人類自己想上太空，怎麼可以讓萊卡去送死呢？因為這樣時盲啲人類敢做得喺太空度生活啦，故所啊就先用動物來做實驗，除咗萊卡，人類還送過貓誒、兔誒、老鼠、烏蠅鵬、神仙去到太空，有嘅平安轉來，有嘅就讓萊卡共用，有氣無盡。哦，所以他們才出了這些郵票，要紀念這些動物。但是我想他們上太空的時候，聽從董強，看到郵票，更讓我覺得他們很甩鍋啊。來，所以第一題，我們恭喜這個蟲頭阿丹拿出你們的第一顆地球，很棒，有這個運動家的精神，兩位繼續加油，馬上第二題。但是看這一題，我們也要請4位，還有我們電視機的觀眾。因為這一題，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說，其實你在看很多眼前人類的成就的時候，除了那些 pioneer 先行者，他值得我們去尊敬、去肯定，很多動物或是其他的生物，可能也是默默的幕後功臣。來，聽家題目，有請 New Stock 突然立起哪位 ？New Stock 開始不是轉動，怎麼離地球越來越遠？嘿嘿，因為聽家題目，我可能唔係對地球好，但是哪裡？太空站。哎呦，大家都知道啊，他們在裡面做很多各式各樣的研究，天文的研究，觀察地球的相關的研究，而且這個太空站，你們現在看到，它已經繞了地球19年了，非常的長哦，比4位這個來到地球的時間都還要長。那你們猜一下，它繞地球一圈要多久4、5年。我覺得1年以內。 ？OK， 3個月3個月，答案是2年。2個月。 2個月。2個小時。所以哇！太空站你看它好像很靜止不動，就是它運行的速度非常的快，好不好？那運行的這麼快，在裡面是什麼感覺？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裡面的照片。裡面可以有裡面東西全部浮起來。是，為什麼？因為沒有重力，因為引力不夠啊。
你愛問乜嘅問題，要太空站相關嘅相片來解說咧，要請 Newsdog。國際太空站底部啉嘅水係對哪來嘅？第一，熟悉太空人嘅尿；第二，熟悉大氣層底部嘅水氣；第三，用天氣和氧氣做出來嘅水。很棒，只有一個人敢跟大家不一樣。因為他不可能從外面直接出去外面拿那個大氣層的水汽啊，尿還需要很多機器才能過濾成為尿啊，所以沒有那麼過濾成為水啦，再過濾成尿，誰要喝啊？所以我覺得一也不可能。我覺得，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我的老師告訴我可以合成氢氣跟氧氣啊，所以我覺得不太可能。而且氢氣和氧氣也沒有那麼多可以讓他們製造。因為之前有看過一部電影，然後它就是有那種過濾那個尿的機器，然後把它變成水。哦，可是答案真的是這樣嗎？又強 Newsdog， 恭喜3位！哎，沒關係，阿燦你已經有一個球了，好不好？來，拿出你們的第2分。哎，看來看，到底我們身上排出來的尿，就像大家講的，可以喝嗎？要怎麼過濾？那個系統是不是要很大？又強 Newsdog。太空人愛屎尿，還好我住在地球上。太空人唔係愛啉尿啦，係啉對尿過濾出來嘅水。任何一點點嘅水，喺太空底部都係當珍貴嘅。故所太空站底部有一隻當站嘅清水內桶，做得了尿、汗、洗身嘅污糟水都回收再利用，比人屋下嘅自來水還較強哦。安尼太空人食嘅東西呢？該不會是從屎？唔係，太空人嘅食物係對地球帶過去嘅哦，會用殺菌、脫水，也係用真空包裝嘅方式來綁藏保存嘅時間。唔過，像係果子就會結個屍體咯。好酷哦！他們是飄在一起吃飯呢？咦？是不是因為怕食物飄走，所以要把它們粘在桌上啊？冇唔錯，韓國啊，唔但搶係食啲東西，愛固定地作答，水木嘅時間未係哦，愛留水胎固定好，才做得落去水木。看起來很好搞，我也想要飄着水。接下來，本看一隻韓國神奇嘅，演唱加拿大太空人下跌飛爾德。老大家示範一下安用的太空準面趴。Okay, so here's my washcloth, like a magic trick. And I'm going to squirt a bunch of water into this washcloth. So here's a soaking wet washcloth. Get the microphone so you can hear me while I'm talking. And now let's start wringing it out. It's really wet. And then up into my hand, almost like you had Jello on your hands or gel on your hand, and it'll just stay there. Wonderful moisturizer on my hands.來，記不記得我剛才講了，今天不是處罰，是獎賞，而且獎賞非常特別，跟我們的主題太空有關。所以現在從頭暫時領先3位，加油哦！來，第3條題目，先來看一下相片。這是什麼？黑衣人。黑衣人。車子。國旗。某國的國旗。還有一個關鍵東西沒有人講出來，我問大家這是什麼？火箭頭。火箭什麼？火箭頭。
其实你们的观察都没有错，这是我们以前在电影里面看到搭载太空人回到地球的太空舱。那这些人就是来这个地方迎接他们回到地球。那今日的题目是乜嘢咧？要請 Newsdog。大家用乜講定太空人咯？第一 ，NASA 傳統儀式，也係第二，腳太大起唔踩，也係第三，搭到天內半天七度。來，4位小歐，請出示答案，把答案排上。因为它长期没有重力，那如果它在外太空长期不会站着，那它回到地球会很不适应，所以就会脚站不稳。哎，大家现在可以改答案吗？你说呢？你对这个答案的信心有从0到100有几的信心？50吧。讲的真的一样，才50%的信心哦。对啊，连我都信了耶。他刚才不是那个太空舱掉在地面吗？那我觉得他掉在地面，脚应该着地，脚或者是惊吓到，感觉让他走不稳，要人家抬他吓到了。你也是脚软，但各位观众，这边脚软有2套理论哦，一个是因为没有重力，一个是被吓到的脚软，是不一样的脚软哦。但是重点是他们都选脚软。来，离这个太空最近的派大星，你的触电论怎么来的？我也不知，我只是觉得脚软就让他自己适应就好，没有必要抬他。好像有道理哈。就觉得1跟2都不太可能，所以就只能选3。也是排除法。答案是什么？有请 Newsdog。好，我在改答案。恭喜3位！来，3位把你们地球拿出来。有人你们出来看一下，或是往右边看一下。有人架子已经要放满了耶，低调的葱头一点都不低调，恭喜了哈！谢谢葱头，他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重力的关系，你的身体长时间在无重力的状态之下，你的脚不用支撑你身体的重量，可是你回到地球之后，整个重力施加到你脚，你这么久没有让它承受重力，一下子是站不起来。究竟葱头能不能拿到金球？嘿嘿，现款体积重体图，来，地球开始转动。刚才从哈萨克到外太空，现在来到这是哪里？秘鲁。框框中唯一的地方。南美洲，南美洲，没有错，这一块很大的国土是巴西，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秘鲁。秘鲁。来，秘鲁哪里？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好不好？你还嘛个东西？研究室吧。我看到的都管线哦。管线，所以题目就挺动神奇。看来看，到底有冇乜嘅？一隻實驗室嘅任務要前乜嘅？第一，做得推停一條嘅天火；第二，做得啲火星種起來嘅馬鈴薯；第三，模擬地球環境嘅溫室。可以，请出示答案。我看电影里面，他们的马铃薯在温室里面，所以是电影救了你或害了你？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完全是因为电影。如果模拟出温室，那马铃薯在火星也可以种啊。然后温室里面可以装那个代替阳光的灯管。所以3其实是包含1跟2。它是一个一定对的答案。对 ，OK。它如果要代替阳光的灯管，那它直接就让灯光照的那个东西就好了。OK， 你说那个箱子是有用意，所以那个箱子一定是有它的用处。那你觉得它是马铃薯，还是其实你只知道它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植物啊，植物了，然后因为太空没有东西，又没有东西种，没有东西吃啊，那种马铃薯。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问你问题吗？我不知道，因为你回答的时候，其他人会有效，有效果，好不好？来，或许阿丹是对的，我们来看 Newsdog 的解答。恭喜，独排众议的勇者，来，阿丹拿出你的第3分，很棒，来。
刚才大家提到很多观察，其实我觉得都很有自己的见地。那因为我们知道答案，我们有做过背景的研究，我提供2个资讯给大家。第一个，代替阳光的灯管为什么会被删除？就是大家知道，水星、金星、地球这边是火星，地球能照到阳光，其实火星它也能够照到阳光，所以它不需要模拟阳光。OK， 那第3个，模拟地球环境的温室。你们刚才都一直讲马铃薯，除了看植物本身，你有没有发现下面种它的是什么？沙地。在我们地球上种东西是用什么种？土。所以它其实不是要模拟地球的环境，它已经知道在火星上的环境比较接近像那样的沙质的土地，所以它要模拟的是火星上的土地。经过这2个排除，所以推论出来，其实要种的是在火星上可以种的马铃薯，好不好？来。详细解答，你喊你就讲 News Talk。原来电影演的是真的，但是科学家没有跟电影一样跑到火星，他们怎么知道秘鲁种的马朗树在火星种得出来呢？科学家用了特详的模拟火星的空气、温度、光线，和啲比如南部嘅沙漠，浸到攞火星养分当上抢嘅奶肉哦。走马该黑种马朗树，你有唔黑令狗？令狗不是很营养吗？不，马朗树是一种营养价值动高嘅食物，有碳水化合物，含有卵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还个佢对环境嘅适应力当强哦。那什么时候可以到火星上试种马朗树呢？人类一直都有探索火星嘅计划。第一条呢地步啊，火星嘅环境老地球亲相像，真有可能变做下一集做得黑嘅所在。不过一下，俺还忙做得去到火星，前脚啊没有等到2030年，美国太空总署计划进行人类登陆火星任务哦。好期待哦！这些火星登陆器拍的照片和地球的沙漠懂冲呢。在我看世界单元，从时间就来，一直带着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我们又有新的突破，有没有？我们透过一个完全平常看不到的视角，太空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其实对我来讲，李亚西的节目叫做是太空难解。我看到那个狗上太空的图片，想当一只狗？不是，误会，想当怎样？我原本以为是受过训练的狗，可是后来看到答案之后，才发现原来它只是随便抓一只流浪狗上去，觉得有一点残忍。我觉得人类他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把一大堆动物送到太空，那些动物又不是他自己要上太空，是人类强迫他上。那些动物它也不可能，也不可能会想要上太空的。我才知道原来太空站里面有住人。原本以为它是放东西而已，对，它就只是一个卫星照，然后有人在地球上看，没想到里面真的有住人去操控它。那样的生活会是你想要体验的吗？可是如果要在上面待那么长的时间，你就一直活在那个环境，你要一天到晚浮来浮去的，我觉得那会很受不了。就是正在研发可以在火星上面种马铃薯，非常神奇。因为之前有看过电影，然后电影上面就是在火星上面种马铃薯，就是讲说电影都是虚构的，然后没想到现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在种，那就代表如果研发真的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到上面去。而且他刚刚说2030年就可以测试，也许如果我年轻如果我长大之后，也许也可以去火星。我今天在一开始有跟大家讲，很期待的今天的奖赏，今天不是处罚，跟我们的主题有关。有没有人要猜一下这是什么？马铃薯，火箭模型，火箭模型，尿液过滤过的水，很棒的猜得很好。我告诉你们好，这是你们这一辈子最接近当太空人的机会。来，英文是什么？有人看得懂那2个字吗 ？What is astronaut？ 太空人。奶油冰淇淋三明治。有没有？这个 NASA 研发，然后真正太空人他们在太空站里面吃的东西。太酷了吧！恭喜2位，来，您得把它打开来看。太厉害了！
哎呦，好像真的是巧克力口味的。巧克力口味感觉好好吃哎。Cookie and cream ice cream sandwich， 怎么样？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好好吃哦！好好吃哦！来，了解禮拜節目，本大家看到，你先翻嚟咗提供，係講從提供之外來看世界嘅世界，或者樣板嘅狀態，就本認識，原來很多嘅突破，很多嘅進展，唔係你人類世界公路天天，當然，你會繼續會考慮探索你所帶嚟嘅世界，所以。還有到精彩內容，大家冇去過嘅地方，下週禮拜六晏晝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事件簿，拜拜。來，2位優勝者，有人要給今天唯一沒有吃到的冰淇淋，吃一下冰淇淋嗎？來，試一下，試一下。太空雪糕，你吃了嗎？我剛剛吃了一小口，我覺得它比較特別。就是我覺得它蠻特別，就是把那個冰淇淋。中間那個直接把它做成固體，可是它不是冰淇淋的口味，它就是有一點吶，是中間吃起來味道。